民进党直直反映后一任的总召可能毋是郭建明咯，因为一个资深的立委蔡其昌，伊伫个 FB 啊直接写出来，伊讲啊，伊要登记参选立法院民进党团新会期的总召咯，所以这个消息来看卖啊，两个人有见到面咯，所以蔡其昌有答郭爱讲哦，会互我其他机会。不过郭建明伊内心的感受是如何呢？不管是如何啊，因为这听讲是赖总统的意思。蔡其昌主动伸手搭这个郭建明，作为立法院大前辈郭建明礼貌性回应。后来呢，佮麻做伙互动真微妙，因为蔡其昌宣布讲要参选总调。每一年都一样嘛，他会发那个意愿调查表。昨天我已经把意愿调查表送出去。蔡其昌昨下晡伫面册宣布要参选后一个会期立法院党团的总调，佮风声讲是总统兼党主席的赖清德。顶个月甲蔡其昌做伙欣赏电影时，私底下加款字呢。党内的同志也希望我能够多一点承担。那总统也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，他也跟我表示说，希望我在立法院要多多帮忙。不过，新潮流出现的蔡其昌对郭建明可能真好奇，讲敢会变成赖系甲非赖系对抗。他的这个协调顶赖的能力也是够的，而且相对于柯总召，蔡其昌又更有这个柔软的态度啦。确实也是非常有能力，然后非常有能量的一位资深的立法委员哦。相信选也一定选得上。因为他会赢过柯建明。今日就是党团干部登记的截止日，蔡其昌尚未登记。另外，党团3长的登记拢受到关心，因为有关后一个会期的调野的互动，是讲郭建明做总调已经25档啊，顶一摆有人甲挑战已经是2020年的立委陈明文，是讲陈明文尾手嘛是决定支持郭建明。我出手啊，是很多不起。昨有简单的回应，不过过一天尔，记者伫问都拢无应啊。创兴立院25档郭总调的委敢过一调，成为目前政坛热门话题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